來啦，大家好啊！又到阿牛講故事時間啦。今次主角係 B 仔，B 仔係最勤力嘅學生，亦都係輸得最金嘅學生。B 仔喺我哋訓練班裏面係最勤力嘅一個，真㗎，未見過比佢更勤力嘅學生。佢鑽研咗幾千張圖，發現咗呢24招嘅絕世武功，每一招呢都覺得係威力無窮，無論升市跌市都可以做，每一波都可以交易。但結果佢一直都係輸。點解呢？因為佢打即時嘅時候有24招，每一招都做，部分可以贏，但總體都係輸。股市係反人性，炒股世界勤力唔等於成功。極度勤力，咩交易都想做嘅人，往往死得更快。真正交易嘅成功係減法，係淨化，將你複雜嘅系統劈到只剩低你最相信、最純粹嘅一招。最後我哋幫 B 仔忘記咗24招，揾出屬於佢嘅一招，然後專注用呢招貫徹到底，俾佢訓練。咁最後 B 仔可唔可以成為贏家？想知道嘅 DM 阿牛問下啦。我係操盤教練阿牛，下次再傾。